好来，乡亲，今年这个台北米其林的指南来公布了，总共有24间的餐厅来日本，比去年加4间。啊，相关的应有3粒星的餐厅是由君品酒店的怡光餐厅来认证。鼓声真热烈，摕到星真欢喜。今年台北米其林指南星是闪闪烁烁，去年有20间餐厅得奖，今年24间加4间。君品怡光无意外，佫摕到3粒星，是台湾目前唯一米其林3粒星的餐厅。那我们的 RAW 今年获得不了20。 2粒星餐厅就互人赞叹，新日本的3间餐厅，包括江之城总铺西的餐厅 RAW， 也有去年落本的基田本，甲1粒星变2粒星的泰瑞，相分两银甲时来登请客楼，今年佫得到2粒星。今年有佫较一个台菜餐厅得到米其林的肯定，新日本的有山海楼，甲在地台南打面，拢拍排进第5星级的饭店，摕到1粒星。 去年又摕到1粒星，金凤来尊果台菜，甲明福台菜海产，今年嘛拢有摕到1粒星的肯定。我们不只要让国际旅客吃得多样、吃得好、吃得巧、吃得精致有味，更要能够吃出台湾在地的美食特色。 交通部嘛讲，2019年是首定的万游年，欢迎各国旅客来台湾体验航内美食，看会出来，这摆得到星的餐厅加真侪在地美食的特色，不再只是国际外国料理的天下。